新年新開始，喺法國大家都會食國王餅嚟迎接新嘅一年㗎。呢個習俗已經好耐㗎啦，係源自古羅馬時期，每年10月尾舉行嘅龍神節，慶祝豐收同多謝龍神薩頓老師咧教識大家耕種嘅。喺龍神節裏面咧就會食一種糕點，嗰個糕點裏面咧就會擺粒蠶豆，邊個幸運兒咧食到呢粒蠶豆咧就可以做國王，一日咁多啦。後來咧呢一個節慶咧就同主顯節結合，變成咗紀念東方三賢士嘅故事。而家咧喺法國就成為咗同家人好友迎接新年嘅聚會活動，而節慶糕點咧就變成咗國王餅啦。以前喺餅裏面放嘅蠶豆就改為咧做呢一個陶瓷公仔，邊個食到個公仔餡咧嗰日咧就可以做國王或者係女王噶。國王餅嘅意義係象徵住分享、團聚同埋對新年嘅美好祝願。由普通家庭去到總統府咧，都會按照呢一個傳統嚟到慶祝新年嘅。法國總統每年1月咧都會響愛麗舍宮，即係總統府咧就舉辦呢個國王餅分享會，會邀請咧著名嘅烘焙大師咧製造一個巨型嘅國王餅，就可以俾咧招呼咧150名嘅賓客享用。咁呢一個傳統活動咧就響1975年開始噶啦，係慶祝主顯節啦，同埋推廣法式烘焙文化。總統咧會用呢一個親民活動咧，同年輕嘅烘焙師交流，向烘焙工藝咧就致敬，展現對傳統文化嘅重視。今年呢一個國王餅係由嚟自15區嘅著名麵包店嘅布里耶大師主理噶，佢咧就係不眠不休用咗48個鐘頭咧就製造一個直徑超過1米，咁淨係啲餡咧重7公斤嘅巨型國王餅。不過咧愛麗舍宮嘅國王餅同坊間係有唔同之處噶，就係佢裏面咧唔會放落陶瓷公仔嘅，因為咁樣咧就確保喺總統府裏邊咧係冇人被加冕成為國王或者係女王，係尊重共和國嘅精神。而愛麗舍宮嘅主廚咧，佢同佢個團隊咧亦都精心打造國王餅，咁佢選用傳統嘅杏仁餡啦，今年咧就加入咗馬天尼嘅冧酒同埋琉璃王嘅香草。佢話咧將法國海外領土嘅風味咧融入咗喺呢一個色澤金黃外脆內軟嘅國王餅。咁而呢一個咁有風土特色嘅國王餅咧，喺新年期間咧就可以喺愛麗舍宮嘅咖啡館嗰度買到，單份就8歐元，買成個餅6個人食咧就40歐元。咁其實咧除咗喺法國咧，香港近年都有糕餅店咧喺1月份推出國王餅迎接新年噶，有興趣嘅朋友咧都不妨試下啦。